俗语讲了好，一个兵荒武奇的下晡，一台公车准备开往大鼻坑风景游乐区，所有游客拢已经上车了。刷落来发生什么代志呢？咱继续来甲看落去。哇！这车啦，哇！这椅啊，才歹拍。塞车塞到呢哦。大家好哈，我公布一下，大家午安欢迎咱这个大家来坐大片坑观光公车。我被坐车啦！你我错一个，这是啥代志啊？啊，这门哎，别，安怎啊？门呢？迄无电线，我开一个。这单车车，这，明明都3站，啊，你变2站。无我这。哦，拜托，你讲这话，我是安怎？小姐，你看伊的腹肚啦，这大坑袂做排一粒西瓜伫遐哭海，人有心啊啦，你让一下位的，无啦，你够爱心的好无？吼，让一下位的，来啦，无紧坐，你坐啦，对啦，爱牛人啦，坐啦，无紧，哎呀，爱顾好。哦，几个月啊，大坑，无啦，我只是食伤饱啦。我甲你讲哦，大概吼，我若坐公车吼，有10个人，有9个人吼，拢会让位互我啦。剩迄一个无让的，就是我唔知啊。我紧啦，一个无让的，就是小王子。无紧啦，安尼嘛叫好有位，会当坐嘛。好啦。小王子会坐公车加去。车来啊！公车，门奈未开？无电线。真歹，我你。哦，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啥？伊头拄仔讲2个，你无听到？你讲3站啦。我在听呢，稳正大诶，要到迄个大鼻坑风景游乐区爱偌济？你较客气的，什么叫做稳将大？我伫这边是日本了。歹势，司机大兄。嘛较差不多。请问咱这坐公车吼，去到大鼻坑风景游乐区，差不多爱偌济钱？你捌去啊无？我是毋捌去过啦。迄偌好耍咧。听人讲真大坑。迄2个棚坑，这边入去，迄边出来。哎呦，内底拢无啥物。我看是咱要落车。我算是你是有当这骨头。甲你话有鼻水嘛？收啦。我替你走是唔走啊？生水耶！袂来好耍啦。按是偌济钱哈？学生啊，10块，大人15安尼啦。哦，安尼哦。虽然吼，阮看起来拢是矮当过啦，毋过你较操劳，你就15块。你是大人，我是囡仔。好啦，看在我这较操劳，15块。我10块。恁2个毋紧坐我车是要向动路中，要动路中。爸，你进去后壁啦。有诶，去扶来，这塞车足凶的啊！真的哦。若讲到这公车，我就想到以前甲恁母啊谈恋爱的时阵，我上爱坐车四界去食好食面呢。哦，是食好食面啊，是食啥面啊？人客，规车我咧音响歹去啦。音响嘛歹去。我想要放只音乐，大家听下，歹势。迄个郭目镜。这大家挂目镜。有啥物啦？你讲啥？大家拢举手啊！你讲到一个。较落迄个，较落。叫你。阮朋友拢叫我落开。你个要买半票，我算唔知。我敢若伫咧电视捌看过你敢若唱歌的哦，你会使唱一歌来。讲我啦，我唱塞车安尼唱得刺激的哦。坐进来架车，管警察的脸，管爸母的马就我演你出来，不要让人哦，想我塞车啦。
要紧少年呢，唔能讲赛车，讲开车。回家。我咪对比车个赛车。你你嘛你嘛超我遐紧的，要搞好我这一车918万啊！你安尼，我呢油门直直吹直直去，唔多去卡着山边迄个份尔，唱较慢咧。哦，唱较慢哦。坐阵来甲车，坐阵来甲车，唔管警察会了，唔管。超慢啦！哦，你我赛到咪天光啊！啊，你个少年人啊，唱我呢调教唔知呢？我讲你这真正是吼，吃红气配烧酒。还有第二句俗语，请注意听。哦，若讲到坐公车吼，我就想到以前甲恁母啊谈恋爱的时阵哦我上爱坐公车去世界食好食米啦。安尼哦。嘿，诶，后壁迄人去啊，哈，哎，音响歹去啦，哈，恁去嘛歹去。感觉会出来。嘿喺度我迄个讲迄个挂目镜，迄个挂目镜，对，就挂目镜，我讲挂目镜。三个呢，有三位呢，你在叫我？较无细汉迄个啦。较无细细汉汉。细汉，嘿，啊，这个，这个啊，你看这个大大的啊，这是什么啊？这是粗的，查甫的啦，查甫的你啦，嘿这是查甫的啊。我算大汉的，较无细汉是你啦。是我我大汉的。我敢若捌看你喺电视咧唱歌，你会使用这歌声音乐，互阮安尼小大家。我嘛唱一个哦，买一套来，坐阵来甲车，坐阵来甲车，唔管警察会了，唔管爸母的嘛，只要我会。你这唱，你唔好唱这款咧，我咧油门直站直去，这918万，唔到你山边卡咧个地条拢有淹，较慢咧啦。哦，较慢。坐阵来甲车，坐阵来甲车，唔管警察会了，唔管伊爸母的嘛，敢袂伤慢？只要哦，足劲的，这9万18万，赛到变成18万36万。你唱有时紧有时慢哦，你坐车唔好安尼黑白唱安尼黑白跳，你这真正少年人唔知，你这叫做吼，食柑仔配毛蟹。俗语讲了好，拄有两句，就是你咧唱歌咧，这款的情形，第一句叫做食红气配烧酒，第二句叫做食柑仔配毛蟹。这我会去想到啥？我会想到较早迄个人咧寄迄药包有啊。我后壁无迄个什么食什么会中毒啊？袂使食的。农民力啊，对啊，嘛是有啦，后壁嘛是有啦，就是讲食什么会中毒啊，会安尼啦。啊，拄好这个情形，食红鸡配烧酒，野酒。食红鸡配烧会中毒的感觉嘿。用一个手举安尼，佮举起来，无啥敢举起来，表示充满了无确定。无确定。安尼。所以其他的朋友拢是要。等我听一下上歌的，好，我叫上歌。你听啊？我叫上歌。啊，要第二项的叫做食柑仔配毛蟹野手。哟，应该是这吧？拄好3个查某囡仔要食柑仔配毛蟹，两个查甫的要食红芪配烧酒。为什么食红芪配烧酒？因为他拄啊迄个碰过讲到药包啊，即嘛毋是拢放喺农民伫后边我敢若有看过食红芪袂使配烧酒，啊，温死的啊。 3个查某囡仔意思来验菌。盐菌，我是感觉我有看过，迄食感觉袂使配毛蟹，感觉足毒的，应该会死。食柑仔配毛蟹足毒的，两句话到底是对一句对老师？头仔讲的吼，食红芪，因为红芪内底纤维足济，所以咱若食酒吼，酒是乙醇，啊去肠道内底变做乙酸，变酸的物件。酸的物件吼，若加这个纤维，结合做伙变迄个气质，气质。啊，若气质足济，尾仔变做啥？结石。所以对身体较无好啦。所以食红芪配烧酒，就亲像7月半啊。对，所以食红芪配烧酒就纯办死的。因为你咧赛车吼，弯弯我足危险，爱安全带。 安全带好好势，搁伫遐摇啊摇，讲实在真正纯办死啦。啊，若讲食柑仔配毛蟹吼，柑仔甲毛蟹拢是安那较冷，啊较冷的物件食伤济，对胃肠无讲做好啦。啊，而且现在大家做者分享啊，这个物件啦，讲你去问医生，医生拢讲其实袂死啦，对肠道较无好尔啦，所以有时毋通去互怪去啦。
啊，另外头讲到迄个赛车吼，甲碰过报告一个，咱应该拢是赛车，开是讲打开，像我讲开车门、开车后斗，哦，迄开迄是迄动作。我知影碰过意思，因为碰过讲话拢较文雅，伊讲迄赛较毋好，所以伊无爱赛车，伊要开车，所以碰过迄种文化吼，文雅的人的思考，毋过咱这一般的百姓拢是讲赛车，塞车。所以这条带应该是将去配烧酒，安尼纯办事。好，将红旗配烧酒纯办死的，好，所以。这方面提醒大家，坐车时莫安尼黑白害，小食酒嘛唔当开车嘛唔食酒，嘛唔当哪开哪啉，来，破一下，给你鼓励者。